那首歌是在说，你舍不得的是谁？你梦见了什么？月亮从云的后方探出头来，星星的光亮不见了。不要回头看，后方，天气已经开始改变，然后风慢慢的吹，路已经被灰尘盖住了，这样。Io fali non sa falan Onirare mawai ti ina Akaka mangit hawawa Akaka talaw hawawa Nang hanapanay Fahal san malupit Ring ring saku rai rai Hatoni hasani ama Liputan tuku tirang Halimalan tuku raka Nang hanapanay Fahal san malupit 寒风徐徐地吹，像妈妈在摇着小孩子入睡。哎呀，小孩子不要哭啊，小朋友不要怕。你看那个稻子，转眼就结实累累了。南风蝉啊，蝉的叫声像阿嬷的声音一样。好好照顾你的身体呀，好好整理你的路。你看那个稻子啊，转眼就结实累累。Io fali no savala Onirare mawai ti ina Akaka mangit hawawa Akaka talaw hawawa Nang hanapanay Fahal san malupit Ring ring saku lalay Hatungi hasani ama Liputan tuku tirang Halimalan tuku rakat Nang hanapanay Fahasan malupit这是首很简单的歌词，就是因为其实那个在那个家乡啊，大部分的年轻人都到都市里面去工作嘛，然后像我们花莲的话，就是生下老人家、小朋友、小狗这样。也是蛮热闹的，像我阿嬷就有小狗陪伴。然后那年轻人什么时候会回来呢？大概就是年祭的时候，还有过年的时候，
然后哇聚在一起很欢乐啊，很开心，因为很久没有见了。可是他们不回来啊，不表示说他们不喜欢这个地方，只是因为有很多原因嘛，可能工作上没有办法随时请假就回来了。我只是想写这首歌给这些在外地啊，没有办法就是常常回家的人，就说即使不在啦，你不在那个部落的话，就是部落就是这个地方也不会离开呀、就是你可以随时回来，然后有的时候那个声音啊，像我说那个蝉叫声啊，就好像你好像听到阿嬷的讲话的声音。像我们每次要出门的时候啊，那个一定是阿嬷一定会跟你讲说，你要好好照顾你的身体，就是你要好好那个什么整理你的路，我们是这样讲啊哈，好好整理你的路，就是你不要乱走这样。那一定是他们一定会对我们的交代这种。